太水未开较大农嘅屏东县嘉东乡文湖村内厝嘅南高梅，开面店嘅阿英因为店面也本太水浸到，故就冇办法继续做生意。内经营营运业有2台人嘅李叔叔一屋扛人，每因为也重播太水，可见到达标10公人嘅心血落番薯汤。唔过佢哋到东山门嘅重建家业，一下透过陶冶秀才人嘅纪录片来看佢到重建家园嘅成果。也条所在民众竟拿定一桶一桶嘅奶浆水倒到我杯去，唔过无论样嘅清理，就像清唔脱。所在民众竟出地看，还是希望家家同户嘅清腔力。开面店嘅阿英因为也从风采生意，免无法度好做咧。2台经营唔同嘅叔叔老功夫下，行卡损失了1500万元。你唔看啲卡地背拢空空无嘛个，啊无面窗啊无家具嘛啊愈无诶，啊像做生意你创业咧拖伊，抄东西咧拖伊，嘛个愈无诶。我池子里面的市价保守也有1500万以上了，哎呀。结果我们夫妻努力了几10年的心血都没有了啦。唔但抢生发有问题，连水木嘅地方都冇咧。唔过佢條冇必要提希望，還係繼續打拼。一下面店個開張咧，唔同經過半年嘅整理，咪為了奶茶嘅清理體咧。我半年嚟咧，伊雖然唔免秘提啊，你揼地地有冇？有時怪樹也很空空啊，以為再去配床。别人安尼心拢掉落来啊，嘿啊，就是都还没有完成啊。然后故说安尼也用你轻挑哦，终于快要完成了。现在本也条屏东县嘅客家乡亲人生有嘅重大嘅轉變。也拜風采雖然大3年受到嘅影響無強用，不過唯一強用嘅係佢也條目標體希望3萬位生活同家庭繼續打拼嘅生命力。客家新聞綜合報道。